完成的因缘，他很努力在还债。那刚好这些债都已经还清了，成缘已经了了。他所以成缘了了，他就归位就更了。所以我们看待就是说好事你里面个地完全的辛苦，还好事来，好事还有吗？还有3分钟。好，请问。在他国际里面都是做，对。他说为什么要做反正天天去做，跟大的多少不会。因为这一些咒语都是那个佛菩萨那个修持心法的结晶，结晶体。他一句咒里面包含的意思非常多，它包含非常多。那他只要持这个咒，这个虚空之间可以说它可以发号施令，这一个总司令。所以要了解它那个咒语里面它包含所有的非常宽广，什么山神的头、海神的头、雷神的头、鬼神的头，全部他们那一些头都包含在那个咒语里面。那他一呼这个咒语所有那个头就是灵秀了，全部要变化，所以那个变成的功效很大，不可思议那我们在持咒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虔诚，要心跟那个真理相应，跟那个佛菩萨的修持跟那个真理相应。他不要去了解那个咒里面的含义，因为你要去了解含义你分析就不专注，他不专注功效就打折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说，只要你很虔诚的去诵咒，它那个功效会呈现，会让你很精亮。心灵的明智路接近公园，接近南营立都心，接近中正路十字路口附近有新园景新良心的新园景，升大水中心新园景补习班。那个气场是现象，在真理方面不会气场，我们佛性没有现象，所以它在完成的点都已经可以了，当然还可以可以行持可是它有那个关卡就过不去，过不去那个时候就可以走入另外一个阶段，所以我们了解说。只要我们努力修持没有成就的话，那所有的修持都在我们现分之中。那现分之中，它会联系看着我们有现什么相出来，就会把它接下来做修持。那假如说都已经没有在这个完成在现象，可是他那一些这个努力在行持，毕竟也都在，不管在什么久都在。纵然到下一个年会，它也在。